各位網友大家好啊，又到2025年嘅4月份，今日就想同大家比較下10間銀行嘅港元定期存款利率。定期存款回報雖然未必比得上股票啊，但係勝在夠穩陣，而且簡單易明，十分之適合穩健嘅投資者。事不宜遲，第一間就係 Relax Bank， 存款1個月同3個月都係 1.5 厘，存款7個月有 2.3 厘，存款9個月同10個月分別有2厘同 2.3 厘，存款12個月有 2.2 厘。另外 Relax Bank 仲有一個特別優惠，存款3個月會有 3.21 厘，存款7個月同10個月都會有 3.35 厘。下一間就係匯豐銀行，如果你係匯豐 One 或者其他客戶，存款3個月同6個月分別有3厘同 2.9 厘。而如果你係卓越理財或以上嘅客戶，存款3個月同6個月就會比較高啲，分別有 3.2 厘同 3.1 厘。下一間就係信銀國際 eMotion 戶口，存款1個月同2個月都係一樣有 2.5 厘，存款3個月係最高嘅，有 3.25 厘，存款6個月同12個月分別有 3.15 厘同 2.95 厘。另外，如果你存款金額達到10萬或以上，存款1個月同2個月會變成 2.6 厘，存款3個月會變成 3.35 厘，存款6個月同12個月會分別有 3.3 厘同 3.1 厘。下一間就係渣打銀行，存款3個月會有3厘，存款6個月同12個月會分別有 3.1 厘同 2.8 厘。除此之外，渣打銀行仲可以賺 Asian Mile 亞洲萬里通嘅利數，每存入10萬嘅新資金，存款期為12個月，就可以賺到28,000蚊嘅利數。下一間就係 Moss Bank， 存款1個月同3個月分別有 0.88 厘同 2.88 厘，存款6個月係最高嘅，有 3.05 厘，存款12個月同24個月分別有3厘同 2.1 厘。煙花嘅地方就代表新資金先會有嘅優惠。下一間就係馬銀行，新資金同現有資金嘅利率係一樣嘅，存款3個月同6個月分別有1厘同 1.5 厘，存款9個月同12個月分別有 2.5 厘同 2.8 厘。下一間就係恒生銀行，無論你係咩戶口裏邊，無論你嘅存款期有幾耐，只要通過網上 e-banking 或者手機 app 做，3個月同6個月都係 3.1 厘。如果通過分行或者電話理財，如果你嘅戶口裏邊係優越理財，就只係有3厘。而如果你嘅戶口裏邊係優進理財或者綜合戶口，就只有 2.8 厘。下一間就係中銀香港，如果你嘅戶口裏邊係自營理財、自在理財或者其他個人客戶，存款3個月同6個月分別會有 2.8 厘同 2.7 厘。而如果你嘅戶口裏邊係私人財富或者中銀理財，你嘅定期存款利息就會比較高啲，3個月同6個月分別有 2.9 厘同 2.8 厘。下一間就係星展銀行，所有客戶嘅定期存款利率都係一樣，留意翻要用新資金同埋存款額要達5萬或以上，存款1個月同2個月都係一樣有 2.5 厘，存款3個月有 3.2 厘，存款4個月同6個月係最高嘅，有 3.25 厘，存款9個月同12個月分別有 2.9 厘同 2.7 厘。下一間就係東亞銀行，由於新資金嘅定期存款利率比較高，所以就集中講一講新資金。咁至尊理財 BEA 高或者其他個人綜合戶口嘅定期存款利率都係一樣嘅，存款3個月係最高嘅，有 3.1 厘，存款6個月同12個月分別有 3.05 厘同 2.7 厘。咁顯財理財或以上嘅戶口，存款3個月有 3.15 厘，存款6個月同12個月分別有 3.1 厘同 2.75 厘。最後就比較下呢10間銀行嘅港元定期存款利率，3個月最高嘅就係信銀國際 eMotion， 存款額達到10萬或以上，有 3.35 厘。其次就係冇任何存款限制，都係信銀國際 eMotion， 有 3.25 厘。7個月最高嘅就係 Relax Bank， 有 3.35 厘。12個月最高嘅就係信銀國際 eMotion， 存款額達10萬或以上，有 3.1 厘。最後，如果大家覺得呢段片有用，記得俾個留言、俾個讚同埋分享出去。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